啲身體能力爭咗少少，係啲醫生啊、學生啊咁樣。睇咗幾場比賽，終於覺得都係有啲悶悶地，所以周圍行下。好似影人咧，好過影龍像，起碼有得靚女睇下。原來個場都有點大嘅，頭先我就企咗1、2號線咯，咁而家一路行過嚟都有啲闊嘅，真係有嚟撐自己友去爬龍船。咁有啲又係龍友啦，揸住啲大炮喺度影相。咁啊呢一組咧，佢亦都係可以攞到冠軍嘅獎項啦，咁亦都有獎品啦嚇。咁啊邊一度可以獲得第1名咧？暫時見到咧，右手邊數過嚟第5隻啊，即係怡和體育會。咦，咁啊另外就有一隻軍協會嘅，即係最左手邊嘅蛙哈哈啊，咁啊名咧就叫蛙字咧，用蛙名嘅蛙嚇。咁啊另外見到咧就喺過嚟3號龍啦，咁啊3號龍亦都咧就係準備係衝線㗎啦。咦，咁啊有少少波勾咗喎。嗱，2號龍啊，2號龍，咁啊就係呢個領袖龍啦，1998年開始西貢練習，好衝線！我16年前就去過順德嗰度睇龍船嘅，發覺企個位置真係好緊要，因為我企得高呢，所以望落去嗰啲船啊、人啊都係一清二楚。咁加上佢哋有好多動作啦，又潑下水啦，有好多有顏色嘅擺設啦，因此我哋影起上嚟呢，就覺得好似好多傑作咁樣。咁西貢呢個比賽場地呢，嗰個公眾席影相嘅位置呢，就係爭咗啲嘅。第一，我哋位置就唔夠高啦；第二，佢前面又有啲貴賓席同埋欄杆喺度阻擋；第三，嗰啲船係向住我哋直衝埋嚟嘅，變咗一開波呢就比較遠啦，比較細啦。跟住衝埋嚟呢，我哋就一定要揀啲船嚟影啦，因為嗰個相機又唔夠闊。但係呢，你有時又唔係揀得中邊個係第一，邊個係第二，所以就一個挑戰。跟住呢，我覺得最開心我哋啲觀眾係嗰啲參加爬龍船嗰啲建議，佢真係好鬼雀躍啦，有活力啦，嗰啲衫呢制服又好鬼靚。我唔係難知道啊！我除咗神有鬥過，我神有鬥過，有嗰兩幾鬥啊！你仲買齊啊？我4號線就買齊4張喎。
少錢買咗？有嚟，我笑我有錢。喂，攞晒錢咪？你啲攞牛命啊！攞晒錢咪走3號線。包埋呢地方咗，你係4號線嚟㗎嘛？唔好排啊！而家排咗1號線啊！而家，呢地方4號線排咗1號線，排咗1號線。佢4號線排咗1號線，有冇搞錯啊？1號線排咗4號線，喂！挑戰杯啊！呢隊對面海鮮啊！呢隊而家排嗰隻，我開先，大白鯊揸圖啊！大白鯊啊！呢隊對面海鮮呢隊，啱啱可愛啊！嘉賓先啊，諗住可愛呢度，好犀利啊！對面海，名勝工程啊嘛，名勝工程對面海。大白鯊，揸收埋大白鯊嚟咯，大白鯊嚟。好得流力嘅呢度，即係放埋嚟咯，好得流力嘅啫。你400公尺，好得流力嘅啫，個個咁犀利哦，一流就知㗎啦。改變咗嚟攞隻嘢。拉翻隻啫，嚟啊！你睇水花，而家睇水花。咁啊，暫時領先望過咧，啲咁多改變啦。第6線西貢至永隆咧就係5日再攞啦。頭先完成咗1個，今日領先咧就改變，第7線嘅皮龍咧就插咗上嚟，第8線嘅沿海龍亦都係上咗第1位嘅。叫方真係我估佢後邊佢1、2線唔係好着數喎。咁水牛都唔計嘅嚇，馬都用力嘅，皮龍都唔計。嗰1號線黐晒啦，1號線黐晒。4啊，4五啊，真係啊，4、5、6啊，行啊，對面海，贏啊，發力啊！快嚟，少發啊！又係4千贏啊！哇，4千啊！哇，兩個4千哇！喂！真係好笑，頭先啲人就緊張咗爬艇嗰啲人。
之後我哋想好佢應該係第3、第4嘅。跟住埋嚟先係呢嚟嘅，講正咗喎，講正咗喎。頭先唔知係咪水頭先去太大咧，入唔到前2名啊，不過 OK 嘅。好，6支水啦，簡直。好，我哋而家單手頭繼續單拍緊。前兩位跟住集團有限公司經理袁少威先生嚟嘅。好啦，我哋就俾4個人啦。就係好大機會係得冠軍嘅警政工程對面海嘅新嘅勁喺呢個對面海嚇，好嘢好嘢！我哋有請試用龍嘅代表，跟住加個另一個主持人，我俾個2號龍咧就係最後第3名啦，好唔好？喺呢個龍舟入面，將個龍舟行近呢個岸邊嚇，係行近呢個岸邊，齊心協力。一個相當好嘅口號啊！今次競渡大會嘅主席啊，上個發咗龍舟嘅紀念旗幟都拋發咗啦。各位邊一隊？大約1點半鐘呢，龍舟比賽就圓滿結束啦。好多遊客都好似我咁啦，飲完茶再去睇龍舟比賽，都係好方便、好開心嘅。